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，而家1號戒備信號雷暴警告現正生效。嚟睇下最新風暴消息先。呢個熱帶低氣壓已經被命名並增強為熱帶風暴。美沙克正逐漸靠近海南島，仍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今日下午6點。咁睇下下午6點之後嘅嗰個颱風速度可唔可以有咩變化啦？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嘅強度變化、其強風區與珠江口嘅距離及本地風力情況，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颱風信號。與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為珠江口附近帶來狂風驟雨及猛烈陣風。本港離岸海域間中吹強風，受地形影響，唔知點解會有地形影響，部分高地達烈風程度，海面有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特別天氣提示話，預料猛烈陣風吹襲香港，如果喺室外請去返安全嘅地方。跟住呢度，佢而家呢就即將登陸海南島啦。部分高地達到烈風程度。好，今次嘅颱風速報先嚟到呢度先，拜拜。